在上次看医生的时候，他们又开了一种药丸，一种治疗胃食道逆流的药，一种控制血糖的药，还有一种晚上止咳的糖浆。然而，当处方间越来越长的同时，对于大自然赐予我们最简单、最便宜且最强大的疗法之一，却是一片沉默。这是一种只需花几块钱，几乎藏在每个厨房柜子里，已经被使用了好几世纪，但在现代诊所里几乎从未被提及的疗法。我说的就是晚上一杯丁香水。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，丁香不仅仅是一种香料，它是地球上抗氧化剂含量最丰富的物质之一，其保护性化合物的含量是蓝莓的30倍。这意味着每一口丁香水都会让你的身体充满对抗、发炎、修复、损伤，并保护你免受老化这个隐形杀手侵害的分子。而在晚上，当你的身体进入修复模式时饮用它，效果会倍增。试想一下，1/3的长辈深受肌少症、年龄相关的肌肉流失之苦，而且超过25%的60岁以上成年人患有脂肪肝。研究显示，丁香的化合物对这两者都有帮助。然而，主流的解决方案总是开更多的处方药。为什么？因为虚弱和疾病能带来利润。一瓶药可能要花掉你上千块台币，而一杯丁香水只要几块钱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我将揭示医生几乎从未提及的晚上喝丁香水的8个惊人好处。这些都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这些改变可能决定你是能保持独立和充满活力，还是会悄悄地滑向虚弱和衰退。相关参考文献都在说明栏中，所以不要只是相信我，请自己去查阅这些研究。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，我想请问您是在哪里观看这则健康资讯的呢？欢迎在下方分享，我会阅读并回复每一条留言。现在话不多说，让我们从第8点开始倒数。这使于许多长辈视为常态的每晚与胀气和不适的战斗。第8点，促进消化。晚上喝丁香水最简单却最强大的效果之一，就是它能全面促进消化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胃酸分泌减少，消化道的肌肉也会变慢，这意味着食物会更沉重，地积在胃里，营养无法被有效分解，消化不良几乎成了每晚的问题。丁香水能刺激消化酶和胆汁的产生，这有助于更有效地分解蛋白质和脂肪。与其晚餐后因为胃部沉重而翻来覆去，你的胃可以顺畅地完成它的工作。2018年发表在民族药理学杂志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上的一项研究，证实丁香萃取物能刺激胃液分泌，并改善动物模型中的食物分解。研究人员指出，丁香酚 eugenol 不仅能增强消化液的释放，还能减少肠道内壁的痉挛，使消化过程既快速又温和。对于长辈来说，这意味着胀气减少，营养吸收更完整，以及夜间胃食道逆流的发作次数减少。想想看林阿姨的例子，她是一位74岁的退休裁缝师。她告诉我，她很害怕参加晚餐聚会，因为结束后她总是会感到灼热的消化不良。她开始每晚啜饮丁香水。3周内，她回报说：“医生，我可以安心吃饭了。我不再因为那种沉重的灼热感而躺着睡不着了。”这个简单的改变让她找回了舒适和自信。与只能提供短期缓解的非处方助消化药不同，丁香水透过支持胃酸酵素的平衡，自然地增强消化功能。它不仅帮助长辈感觉更好，还能让他们从饮食中吸收更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这些营养素对于能量、肌肉健康和免疫防御至关重要。
第7点，对抗夜间胀气。晚上的胀气不仅仅是尴尬，它还会破坏睡眠，让你第二天早上昏昏沉沉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消化变慢，食物通常在肠道中发酵的时间更长，产生过多的气体。丁香水有助于对抗这种情况，因为它是一种天然的驱风剂 carminative， 这是一种能减少气体形成并帮助滞留空气更容易排出的化合物。与其忍受腹胀、压力和不适，消化系统可以在睡眠期间放松和重置。研究支持了这一点。2017年《自然疗法杂志》Journal of Natural Remedies 的一篇评论指出，丁香具有很强的驱风特性，其中的丁香酚能放松胃肠道的平滑肌，这种放松有助于减少痉挛，防止气泡在肠道中积聚。对于长辈来说，这尤其重要，因为消化肌肉无力和蠕动变慢，使得夜间胀气更加频繁和不舒服。陈伯伯是一位71岁的退休厂员工，他曾告诉我，他害怕睡觉不是因为失眠，而是因为他知道他会因为痛苦的胀气、压力而翻来覆去。在尝试每晚喝丁香水后，他回报说：“医生，我可以一觉睡到天亮，肚子不再咕噜叫了。我太太说，我甚至不再吵醒她了。”这看似微小的改变，恢复了他们2人的安稳睡眠。与制酸剂或非处方消气片等速效疗法不同，丁香水是从根源预防问题，它支持更顺畅的消化，镇静肠道，并减少首先产生气体的发酵过程。而且因为它是天然运作的，所以避免了副作用或依赖性。如果丁香水可以阻止像夜间胀气这样顽固的问题，想象一下，当它深入体内时能做什么？在我们继续之前，如果您喜欢这篇关于健康的内容，请按赞，也不要忘记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更多类似的资讯。第6点，缓解喉咙痛。很少有事情比晚上的喉咙痛更让人难受了，它会灼热、发痒，让每一次吞咽都变得痛苦，经常导致破坏睡眠的剧烈咳嗽。对于长辈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不舒服，它还会增加脱水、体重减轻和挥之不去的感染风险。晚上喝丁香水是一种天然的疗法，因为它含有丁香酚，这是一种具有强效抗炎和轻微麻醉作用的化合物。它能舒缓喉咙内壁的刺激，同时对抗通常引发刺激的细菌或病毒。2012年发表在亚太热带生物医学杂志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Tropical Biomedicine 上的一项研究，发现丁香萃取物对多种细菌菌株具有强效的抗菌活性，包括片形链球菌 Streptococcus mutans， 这是喉咙和口腔感染的常见罪魁祸首。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，丁香可以作为合成喉咙治疗药物的有效天然替代品。这意味着晚上啜饮温热的丁香水不仅能舒缓，还能主动对抗引起疼痛的病菌。我记得王女士，一位69岁的退休钢琴老师，她很害怕冬天的夜晚，因为晚餐后她的喉咙总是变得红肿发痒。她尝试过喉糖和喷雾剂，但缓解效果甚微。在邻居建议喝丁香水后，她尝试了一下，1周内她告诉我，医生，我可以睡觉而不会因为那种前痒的咳嗽而醒来了。这个小小的转骗给了他多年未有的安稳睡眠。另一个隐藏的好处是丁香水的抗炎作用，能减少喉咙组织的肿胀，打开呼吸道，使呼吸更容易。对于已经受夜间鼻塞或打鼾困扰的长辈来说，这能带来双重缓解，减少疼痛和气流更顺畅。与可能让你昏昏欲睡或使喉咙骗钱的药用糖浆不同，
丁香水的作用温和且全面，它不只是麻痹疼痛，它还帮助喉咙在睡眠中愈合。而且因为它安全、天然且负担得起，它是你可以经常使用而没有副作用的东西。当像丁香这样简单的香料可以让喉咙痛在一夜之间消失时，这提醒了我们大自然蕴藏着多少未开发的治愈潜力。但如果丁香能镇静喉咙，等着看第5点吧，因为它作用的更深层，保护住决定你长期健康的最重要系统之一。第5点，排出毒素。每晚当你睡觉时，你的身体会进入修复模式，清除细胞废物、中和化学物、治病，通过肝脏和肾脏将毒素排出体外。但随着我们年龄增长，这个排毒系统会变慢，废物堆积让你感到迟钝、疼痛，并且更容易生病。晚上喝丁香水能为你的身体提供额外的支持，这要归功于其高含量的抗氧化剂和天然排毒化合物。丁香中的活性油脂丁香酚已被证明可以提升肝脏酵素的活性，这有助于更有效地过滤毒素，同时减少损害细胞的氧化压力。2014年药用食品杂志 Journal of Medicinal Food 的一项研究显示，丁香萃取物显著降低了暴露于毒素的动物的肝损伤标记。研究人员指出，丁香中的抗氧化剂就像盾牌一样，防止毒素堆积，同时恢复正常的酵素水平。对于长辈来说，这至关重要，因为数10年的药物使用、加工食品和环境暴露会让肝脏不堪重负。一个简单的每晚喝丁香水的仪式，增加了你身体自然排出毒素所需的工具。以老李为例，他是一位72岁的退休卡车司机，他来找我时抱怨持续的疲劳和脑雾。他说：“我觉得我的身体很沉重。”在睡前加喝丁香水3周后，他回来告诉我：“医生，我醒来时感觉更轻盈、更清醒，甚至我的皮肤看起来也更好了。”他的故事显示了，当身体终于从毒素负担中解脱时，那种感觉是多么强大。丁香水还通过促进排尿和减少尿道中有害细菌的生长来支持生长。这种双重作用意味着毒素排出的速度更快，系统保持得更干净。与强烈的排毒茶或昂贵的保健食品不同，丁香水温和的与身体的自然节奏同步运作，这就是隐藏的力量。排毒不仅仅是为了感觉干净，通过减少器官的负担，你的免疫系统跟肌肉有更多的资源来保持强壮。这意味着更好的精力、更敏锐的思维和更少的发炎。所有这些都来自大多数人遗忘在橱柜后面的香料。如果丁香水能如此有效地清除毒素，那就等着看第4点吧，因为它能强化更显而易见的东西。第4点，清新口气。口臭看似是个小烦恼，但对许多长辈来说，它变成了每天的尴尬，逐渐削弱自信心。口前药物、牙周病和消化缓慢都会造成影响，使得夜间的口气特别强烈。然而，丁香水能在多个层面上自然地清新口气。它强效的抗菌油能杀死口腔中引起异味的细菌，而其抗炎化合物则能舒缓牙啃病，减少牙菌斑堆积。与用薄荷掩盖气味的漱口水不同，丁香水针对的是真正的成因。2011年天然产物杂志 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 的一项研究发现，丁香中的主要化合物丁香酚对片形链球菌 Streptococcus mutans 显示出显著的抗菌活性，这是导致蛀牙和口臭的关键微生物。另一篇评论强调了丁香如何抑制舌头上产生硫化物的细菌，这正是造成口臭的来源。这使得丁香水成为真正的口气清新剂，而不仅仅是掩饰。
以张大姐为例，她是一位70岁的退休护理师，她承认她避免与孙子孙女近距离交谈，因为她的口气不好。在尝试每晚喝丁香水后，她告诉我，医生，我的孙子们又会抱我了，不再躲开了。这个小小的改变恢复了她的自信，可与家人的亲密关系，显示了清新的口气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有多大。丁香水还通过减少口腔中的有害细菌来促进长期的口腔健康。它降低了牙啃疾病、蛀牙和喙，加重异味的感染风险。对于长辈来说，这尤其重要，因为牙啃健康与心脏健康和整体免疫力直接相关。而且与市售漱口水不同，市售漱口水通常含有酒精，会使口腔前燥，并随着时间推移使异味恶化。丁香水在保湿的同时进行修复，每晚睡前漱口或啜饮，确保了在你睡觉时细菌通常繁殖最快的时候，口腔保持清洁。清新的口气不是虚荣，它是毫无羞耻的连结、交谈和微笑的自由。如果丁香水能找回那种自由，想象一下，当它强化你体内更深层的东西时，能做什么？这正是第3点的内容。第3点，缓解夜间咳嗽。很少有事情像顽固的夜间咳嗽那样剥夺长辈的休息，无论是由前兆、轻微感染，还是挥之不去的刺激引起的咳嗽发作，都会让你到早上时精疲力尽。丁香水是一种平静这些咳嗽的简单自然方法，归功于其抗炎、抗菌和轻微麻醉的特性。主要活性化合物丁香酚能舒缓喉咙组织，同时稍微麻痹刺激感，使每一次吞咽都不那么痛苦。同时，它的抗菌和抗病毒作用有助于减少让咳嗽持续的微生物。2013年，国际药学与药物科学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armacy and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的一项研究季线丁香萃取物在动物模型中显著抑制了咳嗽，其效果几乎与某些药用止咳糖浆一样有效。另一篇评论指出，丁香油化合物能减少呼吸道中的粘液堆积，让夜间呼吸更顺畅。这意味着丁香水不只是掩盖咳嗽症状，它有助于从源头解决问题。以赵伯伯为例，他是一位75岁的退休计程车司机。他告诉我，他很害怕睡觉时间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咳嗽会发作，让他和他的妻子都睡不着。他开始在睡前啜饮温热的丁香水。10天内，他回报说：“医生，我终于可以睡觉而不会咳醒了。”他的解脱不仅仅是安静的夜晚，还包括白天，感觉更像个人了。丁香水还有助于放松呼吸道肌肉，减少通常导致咳嗽循环反复的痉挛，而且因为它在滋润喉咙的同时提供抗菌油，它兼具舒缓饮品和治疗性漱口水的双重功能。与可能让你昏昏欲睡或干扰药物的非处方糖浆不同，丁香水作用温和且没有副作用。对于长辈来说，安稳的夜晚不仅仅是舒适，它们对于修复记忆和能量至关重要。通过平息咳嗽，丁香水找回了让身体保持韧性的深度睡眠。如果丁香能平息无情的夜间咳嗽，那就等着看第2点吧，因为下一个好处触及更深层，有助于保护一个决定你能健康活多久的系统。第2点，保护肝脏。你的肝脏是你身体沉默的苦力，每一口食物，每一口药，你遇到的每一种毒素都会经过这个器官。当你到了60多岁时，你的肝脏已经处理了数百万顿饭，数10年的药物和无数的环境化学物质，难怪这么多长辈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患上脂肪肝，排毒缓慢，甚至是肝硬化。晚上喝丁香水是保护这个重要器官最简单的方法之一，
因为它提供抗氧化剂和化合物，保护肝细胞免受损害，同时提升它们再生的能力。2014年发表在《药用食品杂志》上的一项研究表明，丁香萃取物恢复了化学诱导肝损伤动物的正常酵素活性。当肝脏处于压力下时，会飙升的 ALT 和 AST 酵素水平降回了正常值。另一个实验显示，丁香酚有助于减少肝脏中的脂肪沉积，这至关重要。因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现在影响着全球近1/4的老年人，这意味着丁香水不仅是舒缓的，它是主动修复的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吴女士，一位71岁的退休花店老板娘，她抱怨持续的疲劳和轻微恶心，验血显示她的肝指数、肝酵素正在攀升。她没有急着吃更强的药物，而是尝试了每晚喝丁香水。6周内，他的精力改善了，食欲回来了。他的后续检验报告显示肝功能更健康了。他笑着说：“医生，我觉得好像有人把我里面擦干净了一样。”丁香水之所以有帮助，是因为它的抗氧化技能对抗氧化压力，这正是导致肝细胞过早崩解的过程。在晚上，当肝脏忙着清除毒素时，丁香中的化合物就像援军一样，帮助酵素排出废物，同时保护细胞免受损害。对于长辈来说，这种额外的支持可能意味着缓慢衰退，与持续保持韧性之间的区别，与可能让系统过度劳累的强烈排毒差不同。丁香水与肝脏的自然循环和谐运作，它温和的强化，而不是拉伤身体的防御。如果丁香能保卫肝脏这个对生存至关重要的器官，那么还有什么可能更重要呢？这也把我们带到了第一点，这是一个如此强大且意想不到的好处，以至于研究人员对其保护范围之广感到震惊。第一点，改善血液循环。在这个清单的最顶端，丁香水最令人惊讶和强大的好处是它如何改善血液循环。血液流动不佳是长辈感到虚弱、寒冷、头晕或持续疲劳的隐形原因之一。随着年龄增长动，脉片硬核，微小血管片窄，氧气和营养物质难以到达肌肉、大脑，甚至心脏本身。这种缓慢的窒息常被误认为只是骗老了，但丁香改变了这个公式。其活性油脂丁香分作为一种天然的血管扩张剂 vasodilator， 意味着它有助于血管放松和打开，让更多的血液以更小的阻力流过。2017年，研究人员在心血管药理学杂志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Pharmacology 上撰文，发现丁香萃取物通过减少氧化压力和提升一氧化氮水平，改善了血管内皮功能、血管扩张的能力。另一项研究显示，丁香酚碱少了血小板凝集，帮助血液流动更顺畅，降低危险血栓的风险。对于长辈来说，这意味着更少的头晕发作，手脚更温暖，更好的耐力，甚至更敏锐的记忆力，因为每个器官都依赖循环。试想蔡先生，一位74岁的退休技师，他告诉我，他无法走到信箱而不因腿痛停下来。他的医生怀疑是血液循环不良，在每晚喝了1个月的丁香水后，他告诉我，医生，我又可以走完整个街区了，我的双腿感觉活过来了。药物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，一种简单的香料提供了自然的帮助。丁香水对循环的提升不仅仅是舒适，它是保护。更好的血流意味着更强的心脏功能、更快的组织愈合，以及降低中风或心脏病发作的风险。对于面临血管问题风险最高的长辈来说，这是改变生活的。而且因为丁香水作用温和，它在支持健康循环的同时，不会像兴奋剂或重药那样给系统带来压力。
当你的血液自由流动时，丁香水的所有其他好处都会倍增。食物中的营养被输送，肌肉获得氧气，大脑保持警觉，肝脏有效排毒，循环是活力的基础。而丁香找回了它，这就是为什么改善循环是这个清单上的第一名。这不仅仅是关于感觉更强壮，这是关于让你整个身体保持活力、连结和繁荣。这就是全部的内容，一生几乎从未提及的晚上喝丁香水的8个惊人好处，从缓解胀气和平衡血糖到保护肝脏，甚至促进循环。这种简单的香料在你睡觉时变成了你身体的强大盾牌。最好的部分是它不需要花大钱，它没有光鲜亮丽的包装，也不需要处方。丁香水证明了，有时厨房里最小、最被遗忘的食材，掌握着对你健康最大的力量。晚上喝一杯，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消化得更好，呼吸更轻松，睡得更深，醒来时更强壮。特别是对于长辈来说，这些不是微小的改善，他们是决定你能保持独立和精力充沛，还是慢慢失去力量和活力的关键。但事实是，知识只有在付诸行动时才有用。现在轮到你了，让丁香水成为你每晚例行公事的一部分，亲自感受它的不同。在你离开之前，我想听你的声音。您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呢？这些好处中，哪一个最让你惊讶？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，我会阅读所有的留言。是的，我会回复，因为你的经验会激励更多健康的讨论，并帮助其他人知道他们并不孤单。如果这篇内容让你大开眼界，请按个赞，与需要的人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。你的力量，你的健康，你的未来，这一切都可以从今晚的一小杯丁香水开始。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经验和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。